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洗，读书的洗。第二条，嘛为口口读做洗。这个洗就是用水和物件变好清气，咱讲是清洗，另外还有洗衫。这个洗嘛有过滤的意思，像古早就有人讲是洗沥金啊，也有女性的艺术，较早有人讲是来洗。另外还有用刀啊、下草啊、竹啊，才会尖尾，较早讲是用刀啊来洗竹米啊。另外，还有这个土和大水冲去，较早有人讲是和大水洗去，也有讲话甲人经体甲口洗，咱就讲是口洗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口洗，意思是甲人屁想讲话甲人经体；第二个词读做油洗洗，这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活路啊趁真济，真高趁，有时阵嘛用来经体公务人员有外交的情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外路啊，趁家又洗洗，无时间来照顾家庭。因某口洗讲，伊袂输，敢若是无母无教的独生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洗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